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甲国家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陈邦正就台语文化语言保护的问题进行深度的讨论。两个人嘛讲到设立台语公共电视台的重要，同时两个人也一致认为台语电视台要设立伫咧台语文化上界兴，同时嘛是台湾文化发源地的台南是上界适合。今仔咱而家对这个记者会上重的目的之一，就是咱希望讲，咱真欢喜看到中央要设立台语电视台，这部分是大家共同爱努力来推动。第二，希望若阵台语电视台要设立，一定爱优先考虑伫咱台南，伫咱台南市的所在，咱头仔所讲起着，台南市是台湾文化的起初地，嘛是过去电信讲登陆台湾的这个上早的所在，所以我想对着这个台湾文化的底蕴对着台湾文化的推展，我想台南市是个上重。第二咱的民间的配合多元，咱的软体这个人才甲有够济，硬体的空间甲这个地方政府配合的意愿也是有够济，所以我想这是一种真做一个真好的这个台语文化的推展的所在，所以台语电视台若准能设立台南，我想大家拢是乐观其成，拢是举双手双脚来赞成。伊个语言的这个考量，咱已经有客家、有客家，嘛有原住民的电视台。毋过伫台湾族群，讲起来讲比例上悬的这个台语的族群，还阁无台语电视台。这当然后壁背后的这个因素真济，但是呢，会当看到今仔日有行出一步。咱爱甲即个中央政府爱甲伊肯定，因为是安尼，也特别要拜托卫生商因为伊即马是咱台南市的立委，伊也有即个志气，要搁担待搁较大的责任为台南来服务。所以呢，我即马要反倒转来讲，要拜托卫生你着爱搁立法院内底搁较出力的咱侪候选人，毋过毋是讲逐个拢立委嘛所以你的责任有较重。阮的寄托嘛是真切就对啦台语虽然目前号称全国有70%以上的使用人口，但事实上会讲台语的少年人小朋友会当讲是愈来愈少，所以要来设立台语电视台绝对有必要性。黄伟哲也希望所有台南市长参选人拢来重视这件代志，共同推动。台南新闻网者采访报道。竞选民进党市长提名的立委陈廷辉，上午伫倒位教育界后援会成员见证，发表教育市长实现美景教育文宣，内底除了提到过去为教育立委，为台南市争取各项教育经费，到未来教育市长为12年国教点光辅城，到实现一区一特色教育政见。不管是老中青，也就是学校老师、学生、甲家长，拢包括在内，希望再创台南城市的骄傲。我们要给台南什么？12年国教点亮台南府城。我们要凸显台南文化的差异及卓越。我们要唤醒台南父母的骄傲。台南囡仔因为教育而伟大。我们要培养世界观及核心素养。我们要给教育什么？我们要翻转教育，培育创新学子，加强英语国际教育，有效教学，减轻负担，教学正常化也卓越化。我们要给学生什么？我们要给学生快乐学习，编织美丽的童年。我们要给老师什么？老师你好，台南的老师最有型。我们要给老师是精进的教师专业，降低班级人数，教师福利迎上6都，建立府城教育新典范，解决行政人力的不足。我们要给校长什么？我们要给校长让学校做主，让校长能够成为最专业的校长，因为要回归学校的本位，教育行政服务代替领导，资源代替监督。
我们要让行动政府定期举办教育论坛，解决困难。省学会动单庭会出席教育政见发表会的，除了有校长退休的教育后援会会长张树林，另外也有家长联合会理事长陈俊旭，甲教师会前理事长赵正派等，会当讲是包括校长、教师甲家长等代表，不但得到各界认同，同时也强调会当监督政见实行，希望台南市未来教育会当达到家长安心、校园安全以及学生欢乐学习的好所在。咱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篇初步研判，就是林新门所留落来建筑结果，都来当看到原来老墙所包掉的部分围墙，以及延伸出来基础以外，也有所有基础所用的石头、砖仔等材料。几乎表示，虽然结果已经斩破，不过经过专家调查，可能是1777年清朝新一代林新门。而所谓林新，就是天顶主导运势甲公平的星。而林新门正是孔庙当中第一个进门厅的称号。这个地方过去我们林新门的残迹只被一个大榕树所包覆住哈。那时候我们都认为说这地方可能下面有东西可能是林新门的残迹。那经过透地雷达探测之后的确有显示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均匀断面的一个物件在这个既有的一个残墙的东西两边。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一个11月，我们委托钟一新老师来进行整个的一个视觉。那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哈。那其实我们一视觉开来之后，那其实我们就马上邀集的相关的一些专家学者来就现场进行一些讨论。那与会的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说，这么一个珍贵的东西不应该这样把它埋在地面下面，应该想办法把它做一些呈现给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空间的意思跟它跟孔庙过去历史的一个连结。虽然清朝所起的林新门后来被拆除，不过现在所留落来建筑出土意义重大，进入历史文化价值。学者普遍建议应该做现地保留展示，但是要保留范围甲方式，文化资产管理处正在慎重建议当中。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这场精彩音乐会上活动是由新营区新民国小、甲南新国中、中西区永和国小、南区大成国中各地台南女中音乐班的学生做伙准备的。除了希望带予前往市府下岗的民众一个充满活力的一载，上界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宣传将要来到的5号联合音乐会。教育局长也亲身出席，为学生加油。那每年呢，我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同学们在学校经过老师的指导的那个酝酿跟成长哈。那另外呢，更重要的就是呢，其实在舞台上看到孩子非常有自信的展现他们的这个学习成果哈。那尤其是因为我们5校音乐会呢，是从这个国小、国中到高中哈，这一路上看来，你都可以看到那个孩子的潜能是无限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呢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一起呢来参与我们5校联合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盛会，然后呢以直接的这个行动呢，为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加油打气哈。这届5号联合音乐会将伫16号文化中心正式登场，每一位演出的学生拢是受过专业的课程训练，相信一定会当带予民众一场精彩音乐盛宴。主办单位也热情邀请市民踊跃进场，为这学生加油，欣赏因伫学习的成果。台南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这个绘本画作拢是一届学校家庭教育学生主题创作的得奖作品。主办单位以家庭教育内涵作为主轴，包含亲子、性别、代间教育等
创作类别分作平面设计、小册绘本，也有多为3种。希望伫个创作过程增进家庭之间的互动。现场也邀请绘本的创作者，也有因厝内人到现场分享伫个册本创作的过程，现场热烈温馨。小朋友呢，他们就是用他们最纯真的表现，把他们的作品呢展现出来哈，然后呢也展现他们在家庭里面跟长辈、跟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互动的这个情形哈，非常贴近生活哈。那其实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家庭是一辈子哈，每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风港，或者是呢他从小成长的地方哈。那一个家庭如果充满了爱，那这个家庭呢一定是很温馨、很快乐哈，然后很幸福的哈。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爱的力量做传递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个社会呢是更祥和、更正向哈，更具有呢可以呢充满活力的哈这样的一个发展了哈。我要谢谢校长给我这个机会，还有老师教我画画，加油宝贝弟记录了我和弟弟生活中的趣事。我的弟弟虽然很顽皮，而且还常常跟我吵架，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这届将伫市府永华市政中心2楼中庭展出，民众只要伫现场拍照打卡，得当换取小礼物。同时现场也将有故事倒读的活动，欢迎市民朋友做伙去欣赏这小朋友的优秀作品。南宁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海尾调风宫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推动代表性学10周年，今年也拄好是2年一科的海尾大道宫造就，庙方特别策办文化造就艺术放破行，以音乐、艺文等文化造就的方式，也推出平安福地，将分散互境内的居民甲信众。附带内底藏的物件吼，就做有内容的吼，做有内容的吼，包括着足侪讲送火哦，啊，有水壶啦吼，当时你要搭吼，当时你要抓落来吼，这就是防止咱厝邻的，惊讲有火灾有啥吼，这过去就传落来吼，啊，就是讲一直传统落来，包括有天师傅，包括有福壶啦吼，照莲啦吼，照菜啊，尤其是讲像咱这照菜吼，这每一套要找一个地区讲当时因兜拢挂菜的吼，我那足少。吼，所以讲咱逐户吼，你也看咱做着这段时间的时阵，因兜逐个拢因厝的大门顶吼，拢是拢挂菜，拢挂菜吼。所以讲这是一个海尾庄吼上大一个盛事啦吼。今年邀请乐中青3代社区学校甲团队共同参与，不但有车铃、电音3台组表演，佮将伫咸水溪桥迎接祖庙龙凤宫大道宫。一步一步行回海尾调风宫参照。今年有做融入佮较侪，甚至我文化的物件，不只是团体啦，甚至咱看到现场看到吼，有我遮融入我伫咧讲到生态啦吼，讲到环保啦吼，等等的吼，有我即种物件融入吼，伫咧按咧采集营生内底吼，下寡内容就对啦吼。
这次以台湾暗产甲环境制来参与采购游行，响应大道公所提倡的保健护生的精神，希望大家做回来文化采购，宜安宜好，创造特别的文化嘉年华，建立一个健康温馨的大港新家园。单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土城正统六里门圣母庙今年救济活动总共募到120万的善款，不少的金额由庙方补助。除了平安礼，更有来自婚姻馆赛地农会所提供的导游。九号之间伫庙内举行关敬仪式，邀请各区代表做伙参与。由圣母庙将物资转交予区公所，再发送予弱势民众的手中。因为咱妈祖吼，伊拢慈悲为怀，助世救人啊，所以咧，咱拢奉着妈祖伊的宗旨来咧处理遮个工作。但是咧，咱的台南市政府嘛足用心啊，因为吼，拢来甲咱的户民斗相共。按像正当，咱有100户啦，关怀户啦，但是咱今年就减少啦。咱今年剩哦，咱大台南地区37个行政区，安尼甲统计起来，剩86户啦。这就是代表咱的经济吼咧起飞啦，吼但是啦，咱正统落去问圣母庙，咱的爱心咱的关怀对啊，不断啊，咱也是继续安尼咧来关怀着咱的大台南地区这关怀户啦。副市长吴宗英也代表市府出席，对着圣母庙连续8档的盛举，除了表达感谢，同时也表示关怀弱势族群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忙，只可政府单位可能无法度亲力每一个角落。今天刚好是可能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时节哈。那王主委希望能够本着圣母的精神，来帮忙我们低收入所有的市民，我非常的谢谢哈。那这个行善救人的事情哈，公家是非常的尊重给推行哈，但是以公家所有的力量，可能一定要我们地方各个的帮忙才能够深入各个的角落。今年平安米救济活动总共有8598户受惠，每一户加收2户，总会当摕到1包平安米，以及赛地农会导游2罐。你伫外包装顶面，搁特别印上妈祖的图像，除了是庙方结合社会资源，将日常生活物资做发放，也希望透过宗教的力量，甲爱传出去，达到救世的目的。单新闻综合报道。伫咧身躯的一边，因着神经出现水泡啊，同时出现神经痛症状，安尼带状疱疹也就是民间所俗称的皮蛇，通常拢是因为免疫机能不足所来造成。其实亲像安尼镜头，现代医疗技术是有疫苗会当预先注射预防的。发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神经痛的情况。这个时候，在红疹发生的时候，我们尽量寻求医生的帮忙。我们可以就是挂附近的那个皮肤科医师，请他帮你确诊，然后再用适当的药物，然后可以减缓疾病的产生跟疼痛的情况发生。若是针对家族有人已经罹患了带状疱疹，那其余的长者其实是可以利用疫苗的方式来治保或者是预防带状疱疹的产生。得到皮蛇治疗好了后，虽然身体已经有抗体会当应付，但假使若是年岁较大、抵抗力较歹的老年人患者，也是有机会再次得到皮蛇。所以医师嘛建议这款类型的患者爱注活性减毒疫苗，来降低得到皮蛇几率。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一般来讲，对肠的情形，就是伫咧腹股沟的所在出现爆出来的情形。通常伫徛上久、腹肚出力，也则是搬动的时阵特别明显。倒的时阵会家己揪回去体内，所以真侪人拢会无当做一回事。不过医师提醒，对肠会随着年纪愈来愈严重，尤其出现一寡无爽快的镜头，一定要注意。有症状的话，大部分通常有凸块的话。一开始的症状都是局部的凸块的部分会痛，
那如果有痛的话，也是要赶快去看医生。那甚至如果你有局部痛，更没有处理的话，开始就会造成整个肚子都会痛了。如果整个肚子开始痛的话，代表说你已经达到一个肠阻塞的一个状况在的时候，才会造成整个肚子在痛了。那这个时候绝对更不能轻忽了。如果一有这个症状出来，就是更要紧急去看医生才行。医师强调，对肠并无法度靠药物，也就是复健治疗，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式。包括传统甲腹腔镜修补手术，拢各有优缺点，必须透过医师评估来选择适合的手术。但是要战胜林根，参考报道。一般俗称的艾滋病是一种因为感染艾滋病毒，互身体免疫系统渐渐受到破坏，无法度对抗环境当中的细菌，也就是病毒，来出现一连串的感染症头。目前并无法度被治疗好势，不过透过抗病毒的药物，也是有可能达到事先预防的效果。这次主要在讲的就是一个所谓暴露后的一个预防性用药，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说，第一个他有这个暴露的风险，但是自己不知道。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万一暴露了，那他也不知道说要怎么去求救。那很多人都是暴露之后，可能就按照现在的习惯，就是会去做筛检啊，还是什么之类。但是现在就是觉得说，如果有暴露风险，那72小时内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做这个投药的动作，来做这个艾滋病的一个感染的预防。一次的这个预防投药的话，大概是28天。对，28天的一个疗程。那基本上，只要在72小时内有过来做这个投药，那这个有完整的完成这个28天的一个暴露后的预防性投药的话，那它的那个预防效果还蛮好的，那至少都有8、9成以上。医师建议，包括医护人员被使用伫感染者的针头拄到，也则是不安全的性行为等等高风险族群，一定爱伫72点钟内赶紧使用预防药物。而持续用药28天，大约有8到10个人会当成功预防艾滋病毒的感染。但是，要战林根参考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